情習慣。當身軀想躲藏你臂彎，當感覺是來自你一雙眼，想保護這真相實太難。是這一顆心，給保護的感覺極醉人。不要躲避，看穿彼此的眼睛。不要再假裝冷靜。不要躲避那些急促心跳聲，像已說出這是真愛情。需要被人憐憫，當飄忽的感情變真，方知最脆弱是這一顆心，給保護的感覺極醉人。說出這是真愛情，願意豁出生命的愛情。